第一坐高铁的旅客就要特别注意哦。明仔载9月1日开始，高铁公司会来调整自由座的车厢，会看定位的状况哦，提供上最8个自由座的车厢哦，嘛唔拿只限第10、第11个12车厢，所以车票卖重新来设计。 应付自由座车厢19、12日，因为高铁车票都要迎接特殊。9月7日开始，高铁调整自由座车厢配置，滚动调整车厢数量。各车次看定位状况无同，会有2到80的自由座车厢。新款自由座车票也因限制自由座车厢的日向。我觉得用固定比较好，因为这样的话比较清楚知道，就是说我自由座就是哪一节车厢到哪一节车厢，然后就是到时候搭车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往那个方向走。我觉得都是弹性嘛，所以其实调整到哪一个车厢，其实我觉得没什么太大差别。 高铁公司表示，新措施是因应旅运需求变化、旅客坐特性，甲希望平衡对后座、自由座的需求。9月7日开始，坐自由座的旅客用伫到车站了后，透过卖票大厅、验票门顶悬、等车区甲挂台顶悬，旅客资讯显示系统，查看上近的车次的自由座车厢配置位置。挂台顶悬自由座车厢对应的上车的所在，也有感觉式的显示自由座的日向。 针对自由座跟对号座的比例做一个调整，那希望能够兼顾跟满足自由座跟对号座旅客的一个需求。那拥挤的部分，我想应该是8月中旬一个短期的现象。因应机动调整，月台地面已经无自由座车厢的标示。新措施上路了后，第一个登场的是运输高峰，也是中秋连续假期。高铁公司会派人员来引导，也提醒旅客自由座人会较济时阵，车站会优先启动分流机制，引导旅客坐无同款车次的自由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